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，这是台语的金曲歌王黄山亮。有一个女子甲指控，讲黄山亮以买茶为理由，招伊去录音室趁啉酒醉，甲侮辱乌白来，事后转销1万块予伊，从此来消失。新北市南口分局来证实，确实是有查囡仔去告这个黄山亮。黄山亮透过经纪人来表示讲，伊已经互对方这个查囡仔恐吓卡油一段时间了。事实是对方欠钱来找伊，伊遐有证据，将会告对方恐吓取财。伊嘛甲媒体来强调讲，家己绝对无甲性侵。你来，心肝放互开，跳落去就心花开。金曲歌王黄山亮一个开喙骂人的歌声，互观众听甲心花开。出道20年，真够唱歌，不过即马煞防指控共侮辱。一个小姐野料讲，黄山亮去年在月初3，以买茶理由邀请伊来到录音室，两人啉酒了后，黄山亮就趁酒醉甲糟蹋。今年2月，迄个小姐就甲伊讲，当时家己是无爱的，嘛因为处理着急的代志，就向伊提出报外办和解。过两天，黄山亮转销转1万块予伊，两人笑袂好。小姐就伫咧3月初4去警察局解告。两人敢是互相甘愿困做伙。新北南口分局嘛证实，迄个小姐伫咧桃园提过了后，因为司法地伫咧南口案件嘛已经转来到南口分局。黄山亮刚透过经纪人讲，已经请律师处理。嘛，甲媒体强调，家己绝对无共侮辱，佮继续防恐吓揢油，因为请律师告迄个小姐恐吓取财。未来嘛召开记者会合法说明。家人康康参加活动，去问到朋友牵涉到侮辱的事件。来讲伊的想法，也不是说帮男生讲话，所以我的说，江湖险恶，做任何事情都要，一切都要小心啊！大家都要平安健康。黄山亮捌摕到第2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查甫歌手、新兼歌手、主持人和演员的身份，会当讲是全能的艺人。即马出道几年，表这个事件，就等当事人出面说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